另外来看这嘉义市真有名的沙哥鱼头的这餐厅呢，是互消费者指控讲，这食室内底是有藏胶纸，而且同一天都有2件指控。另外呢，嘛有人客是买到这食室内底竟然有含这塑胶袋啊，嘛因为这食安的问题是小煞安尼逼出来，所以业者是赶紧出面来回室的。也那卫生局也已经去稽查要求改善。餐厅的员工无因咧做消毒摒扫的工作，家己知名的沙哥鱼头餐厅。昨有人伫网络顶面发文讲食室内底有胶纸了后，陆续佫有人分享伫同一天同款买到内底有胶纸的食室，甚至佫有人分享在入买时嘛发现有塑胶袋仔的状况，连续发生食安的问题，业者嘛出面来回实的。针对顾客所吃到的这些异物事件，来好好的谨慎处理。那也希望呢对顾客呢做出最安全的做法。所以我们全面的检视我们所有门市的流程，包括整个内外场。还有我们的进货来源，也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让顾客有一个交代。那我们也会负责用标因应会时啊，哈，咱就刚刚能够求进步改善，那上好啦。就是不小心，然后跑进去，如果是改善的话，还是可以啦。业者表示，为21暗时开始到23，全部的店面拢会休工来进行店内甲店外清洁消毒的工作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知影有这件代志的发生，21度已经有派人去稽查，嘛要求业者要改善无做好的部分。那现场呢是没有发现有病危的情形，但是有发现一些环境的缺失，所以我们也立刻辅导业者，那开立限期改善单。卫生局强调，会继续来了解业者所来改善的状况。嘉义市这间砂锅鱼头店真出名，业者表示，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歹势，一定会加强环境甲出菜时食品卫生的流程，希望同款的代志袂再发生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